家长要安怎选择托婴中心？其中校局所公告的评鉴成绩，第一项重要的参考。不过，议员陈英丁表示，适当一摆评鉴市府公告的时间稍晚，加上指标内容有变动，让业者真歹准备，所以徛伫帮助业者改善服务品质立场，建议校局一定要提早公告指标项目，可以会当提早应用。对业者甲消费者拢是好事。这些评鉴也是为了让这些托育中心有更好的品质哈，但是这种公告的方式哈，真的让他们会无所适从，而且不知道从怎么准备起哈。然后在下一页，而且整个各版的差异，107年的评鉴的指标到111年7月8号的这个版本，到111年10月13号的版本，其实都有一些落差哈。所以其实这个对于整个托育中心在准备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哈。其实我们是希望说，未来应该要提早让他们做好准备哦。比如说，台南市政府今年就应该公告112年到115年这个评鉴的规则跟完整的指标内容跟查阅的重点跟说明，让这些托育中心现在就能按照这些评鉴的指标开始预备跟提供更好的这个托育服务品质哦。比如说哈，因为这个部分托婴的部分在我们社会局哦，但是如果是在教育局幼儿园的部分哈，它现在已经完整公告了112年到116年学年度幼儿园的评鉴指标的方式，让幼儿园可以开始准备哈，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我们历年来的指标呢也逐渐修正，那我相信就是不断在改，对，不断的改。那我们会在最近呢简化到跟我们的托婴业者可以比较实务上之后呢会提早公布。另外，议员进一步针对托婴中心的品质提升来建言，因为高雄甲台中已经成立访视辅导团，持续培训人员，所以嘛希望台南市事科来成立，用辅导代替稽查，将可能的照护疏失甲伤害降到上低。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